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Achiever 第15集，放下一切跟從神。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、博士 Dr. K 同埋基仔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。就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呼召我哋嚟跟從你。聖經話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當跟從我。我在哪裏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裏。我哋可以成為你所使用嘅人，一生跟從你，同你一齊。我哋要嚟讚頌你嘅恩典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，主耶穌喺加利利傳道，需要人同佢一齊做神嘅工。你認為佢會呼召啲咩人同佢一齊工作呢？我哋一齊進入聖經課揾答案啦！一起作工的僕人。博士，自從施洗約翰俾希律王囚禁喺監獄，淨係得主耶穌自己一個人開始喺加利利傳道啦。佢唔係一個人工作㗎，而係四出去呼召願意跟從佢嘅人，一齊做神嘅工。佢會去呼召咩人一齊工作呢？主耶穌呼召唔同背景、職業嘅人，有幾個係漁夫，其中有2對兄弟。佢先遇見第一對兄弟，就係西門同佢嘅弟弟安德烈。哥哥，今日天氣好好啊，希望撒網之後可以撈到好多嘅魚啦。安德烈，你講得啱啊！哥哥，你睇下，耶穌老師佢喺海邊行過啊。係喎，佢嚟海邊做咩呢？西門，安德烈，嚟跟從我啦！我要使你哋成為得人嘅漁夫。安德烈，主耶穌呼召我哋嚟跟從佢啊！太好啦，我要跟隨主耶穌。老師，我同安德烈而家就即刻撇下網嚟跟從你。呢2個兄弟都係立即跟從主耶穌，有2個同伴同主一齊傳神嘅道，實在太好啦！呢個西門日後會被主耶穌改名做彼得，成為神大大使用嘅僕人。主耶穌稍往前走，遇見另一對兄弟，就係雅各同佢嘅弟弟約翰。佢哋正喺度同爸爸同埋工人喺船上面工作。雅各、約翰，你哋同班工人要快啲將啲漁網搞好啊！可以趁住今日好天氣打多啲魚嘛。爸爸，我哋就快將漁網整理好，等一陣就可以落網啦。爸爸，今日我哋一定有好好嘅收穫啊！係咁就好啦，你哋2兄弟要好好合作啊！雅各、約翰，你哋嚟跟從我啦！啊，老師呼召我哋跟從佢啊！爸爸，我同哥哥都認識呢位老師噶，佢嘅說話好有能力噶，仲到處去傳講天國嘅道理啊！我想跟從老師做佢嘅門徒。爸爸，我都想同哥哥一樣跟從老師傳講天國嘅道理。好，就按住你哋嘅心意啦，你哋放低工作去跟從主耶穌啦。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同埋約翰，主耶穌已經呼召咗4個門徒啦。佢仲要去呼召更多人一齊做神嘅工。有一次，主耶穌沿住海邊走，好多人嚟到佢嘅面前，佢就教導佢哋。之後，佢去到稅關，呼召一個叫做利未嘅收稅人，仲同佢嘅朋友一齊食飯。各位朋友，我唔再做稅吏嘅工作，以後要去跟從老師傳道。你唔要錢啊？傳道工作好辛苦㗎喎。我已經立定心意跟從主耶穌，唔再貪愛錢財，做唔啱嘅事啦。你講得啱，我哋係猶太人，但係就為外族羅馬人做收稅嘅工作，
猶太嘅同胞都唔願意同我哋做朋友啊！難得老師唔嫌棄我哋，仲願意同我哋做朋友。我都想跟從耶穌啊！喂，你哋睇下，真係奇怪啦，點解身份高尚嘅法利賽人都嚟到呢個筵席之中嘅？呢個耶穌同佢門徒點解會同收稅佬同埋罪人一齊食飯㗎？我哋去問下佢嘅門徒。好啊，喂，你哋嘅老師點解同嗰啲稅吏同埋罪人一齊食飯啊？健康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先至需要。我嚟唔係要召義人，而係要召罪人。唔通我哋唔明白咩？使你嚟教訓我哋？你竟然咁樣講，真係豈有此理啊！法利賽人唔明白佢嘅話，而主耶穌看重每一個人，呼召唔同嘅人一齊做神嘅僕人，冇睇唔起佢哋啊！後來主耶穌選立咗12個人，稱佢哋為使徒，同佢哋一齊生活，並且差遣佢哋去傳道，又賜俾佢哋趕鬼嘅權柄。小朋友，我哋都可能不被人看重，但係主耶穌願意用我哋去傳福音，我哋願唔願意放下一切跟從佢呢？多謝博士 Dr. K 同埋基仔。主耶穌呼召唔同嘅人同佢一齊做神嘅僕人，佢看重每一個人，亦都願意使用我哋每一個人去傳福音。呢個星期嘅金句鼓勵你嚟跟從主耶穌。現在我哋一齊讀馬可福音1章17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耶穌呼召人嚟跟從佢，佢又令到跟從佢嘅人好似漁夫打魚一樣，帶領更多人進入神嘅國度。讀完一次之後，我哋嚟玩呢一個重複嘅遊戲啊，幫助我哋記實金句。每次朗讀金句，畫面上有啲字會被魚遮蓋。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畫面上有啲字被魚遮蓋咗。當你願意學習效法耶穌，跟從佢嘅話而行，耶穌會俾你豐富嘅收穫。繼續朗讀金句，預備開始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畫面上又有啲字被魚遮蓋，金句大部分嘅字已經被遮蓋啦。呢次我哋嘗試將金句背誦出嚟啊！預備開始。馬可福音1章17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馬可福音1章17節。小朋友，主耶穌邀請你放低一切跟從佢，並按佢嘅吩咐而行，你願意嗎？我哋一齊唱，就在這一天，謹記要一生跟從主耶穌，同佢同行同工，到處傳揚神嘅福音，盡心盡力咁帶領身邊嘅人認識佢。就在那一天，耶穌基督降生在世，就是在那天，神恩典充滿極奇妙寶貴，在十架釘身流出寶血，洗你我污穢，在母裏3天後復活，賜盼望極珍貴。就在這一天，同傾心高唱哈利路
一天，耶穌基督降生在世，就是在那天，神恩典充滿極奇妙寶貴，在十架釘身流出寶血，洗你我污穢，在母裏3天後復活，賜盼望極珍貴。就在這一天，同傾心高唱哈利路亞，傳揚神是愛，勇敢不必驚怕風吹及雨打，願着獻一生，靜候主必拖帶，愛裏沒懼怕，你是彌賽亞，我要高歌哈利路亞。就在這一天，同傾心高唱哈利路亞，傳揚神是愛，勇敢不必驚怕風吹及雨打，願着獻一生，靜候主必拖帶，愛裏沒懼怕，你是彌賽亞，我要高歌哈利路亞。崇拜結束之後，你可以上 lovekids.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紙，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。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，就喺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就等我哋一齊合上手、合埋眼、耷低頭，專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能夠一生跟從你，立志按你嘅吩咐而行，亦都求你賜我哋一顆願意為你作工嘅心，成為你合用嘅人，到處傳揚你嘅福音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影片。如訂閱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個鐘仔，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。